今日12月24號，聖誕節嘅大除夕嚟到嘅華潤小徑灣拍攝。今日太陽非常之好，人比較疏少。咁有啲人放狗啦，有啲人喺度紮營啦，非常之開心嘅。咁呢度呢係鳳凰酒店，係可以住嘅，都係幾百蚊就住一晚噶啦。咁今日呢係有活動嘅，晚上係因為聖誕節日呢係有搞活動嘅，所以呢就今日晚上呢就會好熱鬧嘅。呢度呢係酒店同別墅區嘅旁邊，一立都係別墅區嚟嘅，非常之悠閒，非常之舒服。咁呢度嘅房價亦都係非常之偏低嘅，好多香港人嚟居住，因為近住海，因為香港人係特別中意海，所以特別會喜歡移居嚟呢度，價格又平啦，所以呢度全部都係別墅嚟嘅，全部一立別墅。咁隔離呢度呢，嗰啲高層呢就係華潤小徑灣，非常之寫意悠閒。喺香港冇呢個物業嘅質素啊，環境嘅寬敞啊，綠化嘅美麗啊，所以大把香港人啊、深圳人啊、東北人啊就嚟呢度住。東北點解會嚟呢度住呢？因為佢哋避寒，可以個個走嚟呢度。樓價又平啦，因為樓價跌咗落嚟，都係3000零蚊一平方，所以係令到所有人嚮往嘅海灘嘅生活，幾悠閒。你睇下兩個係嘛，特別多靚女嚟呢度散步啊！華潤小徑灣有一個商業街，係好多嘢食嘅，非常之好靚嘅。呢個別墅呢